大家好，今日會教大家做下肢肌力訓練嘅活動。咁首先啦，我哋就要坐喺張凳嘅一半位置啦，胸口向前傾，方便去做活動啦。跟住啦，首先我哋向上企，再坐翻落嚟，過程保持暢順嘅呼吸。咁呢個動作啦，記住係緩慢咁樣進行啦，保持同樣嘅速度。咁呢個動作咧係有效提升我哋嘅身體下肢肌力以及靈活度，減少跌倒嘅風險。之後咧會教大家做一個進階嘅動作，繼續係向上抬啦，跟住往下坐，輕輕掂到張凳咧就即刻向上企翻起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如此類推。呢個動作做8至12下，每日做3組，每個星期可以做3次，可以好有效咁提升翻下肢嘅肌力以及平衡，減少跌倒風險。今次示範已經完畢，唔該晒。